高雄北日地区去年开始试办供家少用的电动厨房车，不过今年到达都有69件互违规检举，阁有2件是有造成事故。因为这电动厨房车目前是无法通管，市府嘛呼吁中央要建立统一的规范。 顺德环境看到民众伫马路骑电动连板车，将人砸落来开发。高市府去年2月开始，伫北日地区内底试办共享电动连板车，刷出现未少乱骑去一般道路顶乱上。根据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69条第5项规定，如果骑乘电动滑板车这类个人行动器具在道路范围， 会被处以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款。道交条例当约束骑的范围，高雄会使合法骑电动连板车的所在，当有北日地区甲私人的土地。根据警方统计，今年到目前，电动连板车违规案件总共69件，造成事故有2件。政府去做一个协调，看如何因应说之后未来 更多滑板车在路上的时候，一些他们使用的规范啊，那这样会让大家可以骑车的话更安心。就是设定一个范围，说，例如说只能就是那个活动范围啦，对，然后还有人行道不要骑电动滑板车这样子。 摕手机扫 QR code 就会使借车，连板车的车头嘛有提醒会使骑的范围。业者甲游客拢认为，随着电动连板车的流行，应该定相关法规，确保安全。高市文化局表示，会加派人手，劝导骑的人注意安全。不二的外围也出现了不少电动滑板车的出租业者，所以我们也加派了人力啊，在这个人潮聚集的地方来劝导骑乘者注意交通 安全。高市交通局表示，电动连板车因为速度甲其他汽机车差真大，较高发生车祸事故。毋但高雄，各县市考虑到安全，一般道路拢无开放骑电动连板车，嘛呼吁交通部建立统一的规范，互地方政府会使管理。公司新闻陈焕武、柯正俊高雄报道。